昂坪巴士站起步，經貝納旗徑到炎黃丘陵，途中遠望炎黃丘陵，位置是過了炎黃坑、末路杯末絲帶，需要爆林力路。來到崖底，右邊很不直，我們的首個目標是中線，是一個有難度的90度直崖，需要繞上崖頂落繩，可是橫而路陡峭而且多廢柴，唯有放棄繼續向上爆密林，攀上這裡在密路上郊遊徑，爆一段崎嶇密林，來到九啞鈴山路，再嘗試在坳位密路到左崖，穿梭林來到崖底，這裡落繩才攀上比較穩，間中有絲帶引路，終於有塊似樣又可以在崖頂落繩玩的。望望藍天白雲的大佛，手腳毀謗，需要技巧攀上，不錯玩。快要到頂了，向左邊密路離開，末絲帶末路杯，需要憑經驗密路。爆林的最高境界，就是邊險攀邊爆密林，這時九啞鈴開始起霧，崖上留影，好不容易才能爆到山徑，朦朧美，留影。接上貝納旗徑，往石壁方向走，這段郊遊徑好漫長，到達塘福引水道，往石壁景江巴士站方向走，途中用手機留下美麗的一刻。